我咧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咁啊見到埋邊位置有呢隻新力風啦，中間誰可拼啦，兵威鎮啦，內蘭好健康啦，咁啊再見到外邊陽明喜喜同埋控制者都走上去啊，跟住後一陣嘅話，中間有英勇大師啦，出邊呢就係呢隻咧，咁啊同個夢想啦，咁啊亦都喺外邊嘅位置啊，咁啊最出有醒目波幅嘅灰馬，後一陣和順超影英勇大師，再有多少先見到恩格斯勁勢同埋金滿載，暫時墮後呢就係縮咗喺後邊嘅一寶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咧，前面帶咗出嚟嘅馬咧有呢隻兵威鎮啦、陽明喜喜啦，咁啊最出位置嘅馬咧有呢隻控制者啊，第4位內蘭新力風啊，中間誰可拼？咁啊再見到外邊呢就係醒目波幅，中間就係同個夢想，馬林後邊呢先見到有呢隻和順超影啊、恩格斯大愛當啊勁勢一寶啊，好啦鬥到嚟最後300米到啦，平排透出㗎，咁啊見到咧中檔位置係控制者啦、涉內蘭新力風啦，馬林中間追仲啊同個夢想，大愛當一寶亦都追緊上嚟。再喺內欄位置好健康，最後100零米新力風走甩咗㗎啦，外邊追上嚟係一寶埋邊好健康，接近終點新力風贏啊，第2名一寶啊，第3名就好健康，第4名呢就同個夢想，咁啊機會係大少少啊，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呢隻新力風咁啊等個內欄位置一攝上嚟呢，咁啊靠住輕磅之下3.4倍嘅大熱門贏馬一寶縮喺包尾，大愛當追上嚟第2，好健康第3，同個夢想第4。咁啊，呢隻新力風啊喺莫雷拉嘅胯下就贏馬添啦。咁啊，守到幾好個位啊，攝上嚟嘅內欄，咁啊出頭啦。後上啊，一寶跑第2，好健康跑第3，同個夢想跑第4。哇！大摩啦，係咯，幾乎3重彩係咯，咁真係係比好健康咁樣即係倒咗上嚟。不過上一並係幾唔好彩，入到直路封死晒個位啊，頭都側埋都冇位上。